公司第几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日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陈怡真。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新竹科技厂包游览车员工旅游，伫国道3号司机要超车，弄着轿车，造成4个人死亡。宜兰一只载游客看海洋的船，去互军方试射假炸弹弹着，军方新进疏失，会和业者讨论赔偿。哈马斯把一对美国籍的母仔放出来，埃及边境的关卡总算开放，20台物资车入去加沙。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新竹有一间科技公司，今仔日员工旅游，包游览车要去婚礼佚佗，想袂到伫国道3号斗六路段发生车祸，造成员工的母仔2个人死亡。另外一台去互弄甲变去的轿车，车顶2个人嘛过身。游览车的司机为着赶时间要超车，才会造成事故。拢总有4个人死亡，22个人受伤。游览车头前挡风玻璃规片消失，车头嘛有几落位，车顶嘛无去。边仔的银色小汽车并车弄一个规个变形，警消出动抢救，不过车顶2个人已经无性命迹象。四小客上面2人，游览车上面2位欧卡。坐伫游览车最后一排，一家伙4个人，其中员工家属一对母仔，虽然有下安全带，不过好亲像弄伤大力，座位边仔的车窗破一大坑，12岁的查甫囡仔当场无命，妈妈送医抢救了后也不幸死亡。车子偏移之后，有一点快要侧翻的情景，就去插到隔音墙，可能就是因为车体破裂撞到那个玻璃之后，有拖过那个隔音墙，所以造成这个小男童的死亡。新竹某一个科技公司员工家庭日，拜六去婚林古坑游乐园耍一天，再去9点外，游乐车好亲像超车无适当，发生严重车祸，造成4个人死亡。公车员工是讲游览车驶了真无稳。他的开车的那个方式就是这样子，对，所以感觉上有一直在超越其他车，然后就是开车不是很平稳，就是会一直晃。我拢超100。哦，有人家超过100，好车的时啊，我有较紧淡薄因为因有讲赶时间。驾驶坦白承认，为了赶时间超速行驶，警方查看俗称大饼的行车记录纸，嘛确认超速。根据公路局监理资料，游览车是11年车，顶一届检验正常。4台的驾驶民国85年得到营业大型车的执照，无啉酒驶车记录，不过有10笔违规记录已经结案。公路局已经组成事故应变小组进行后续的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昨下晡，宜兰一只载游客去看海洋的船，向去互物件带着，船舱的玻璃裂开，船头的窗花嘛变形，船顶30外人拢错一条。后来确认是军方咧试射无炸药的假炸弹，无细致去带着船。军方已经新进疏失，会和业者讨论赔偿。早起8点外，停伫宜兰乌石港看海洋的船，超去星3号准备出航。不过上船了后，详细一看，发现船头中部位栏杆有明显弄到甚至断去的痕迹，倒边窗的玻璃也被痕，因为伫20下晡才经过一场意外。无有警互军方试射临时弹影响，不过受损无严重。机工透早也是正常载人客出海。知道这艘船昨天被炮弹打到吗？我知道啊，知道哟。对啊，还敢做吗？不会啦，打过就没事了。业者表示，自昨迄一天下晡2点外，为乌石港载人客出海要看海洋，中途天顶向落一个乌色不明的物件，拍到船顶上的玻璃，船顶30外人拢真惊吓。第一个，你没有智慧海巡署；第二个，你没有智慧地方的头人协会。我赏金协会你都没有智慧，我在中间是边那三你当时要演习，我伫正常范围内底做掉。因为国防部军备局大湖兵器场20下晡2点到4点半，对海平管制区射击，业者提出航线图自清，强调并不进入警戒区。好加在射击时无炸药，120公里迫击炮击弹，并无造成人员的伤亡。
下午5点10分左右有接获海巡署的通知，那么疑似波及了渔船的船舷，所以目前军备局会编组专案人员针对整个状况实施完整的调查，以确保海面作业的船只安全，达成武器装备的一个测试目标。这毋是最近国军射击训练头一摆出意外。今年8月，空军家己基地一只 F-12V 战机伫台东九坪外海海空实弹射击训练，都因为炸弹偏离目标伤过远，强大震波影响数公里安全距离外境界海巡舰艇。业者表示，军方迄一天暗时已经来确认行进疏失，佮表示经过调查了后，会甲业者讨论赔偿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即阵万项拢咧起价，佮车无卡手，有不少国道客运拢减班或者是规期停驶。客运工会全联会就建议讲，这车票钱爱起1成8到3成，才有法度贴成本。公路局表示，爱先初审，送去审议委员会，所以目前是还未确定要起价。为咗民众坐客运上班通勤也是回乡，不过即马传出客运票价可能要调悬。然后不是调整太多，我就觉得还好。比如说调整到50%，我就觉得有点高。只是真实反映到成本的话，我觉得还算可以接受啦，因为我本身不是工作的通勤族，就是每个礼拜来回这样而已。国道客运票价为2006年就捌调整过，面对疫后运量较少，营运成本变贵，驾驶无够愈来愈严重这困境。中华民国公共汽车客运工会全联会进前向公路局提报国道客运18项成本加运价检讨，建议票价调悬18%至30%。我们不管是油价、物价、薪水成本，还有车辆采购成本都已经和17年前不一样了。但是17年的那个票价没有检讨，尤其是短程通勤路线，变成说我们载的越多，赔的越多。公路局在10月20号的时候收件，接下来将按照程序进行内部的初审。公路局讲已经有收到客运工会发的公文，说来会做初审，完成了后再送公路客运审议委员会审查，最后提报交通部核定了后才会定案。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国关温泉，这名声是透全台湾。不过，台中市府咧清查，却发现机场有6间业者，伊无申请旅馆的登记。社区发展协会是解说讲，这大部分的业者当初时是无考虑到土地使用分区的问题，已经重新环评，申请许可甲建造，希望会当量早合法经营。天气转凉，真侪人选择浸温泉暖身兼养生。不过，台中国馆这间有100多年历史的温泉业者，10月中伫官方网站向宣布暂停营运，引起关心。台中市府证实，主要是业者无摕到旅馆登记证。国馆社区发展协会讲，有共款问题有6间。大部分没有办法，目前暂时没有办法取得合法旅馆登记证的原因，其实基本上都是那个土地使用区分的问题。早期盖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然后可能在住宅区它就盖下去了。重盖的话，变成第一个要先做环评，所以有些业者已经开始在做环评了。目前有8间业者有合法的旅馆登记证，6间无摕到，主要原因是伫原住民保留地土地使用区分的问题，而且伫都市计划范围内主题区。台中市府每年陆续稽查，拢照法定管控条例罚30到50万。管理局这几年加强整顿，辅导业者合法。针对古关地区尚未取得旅馆登记证的旅馆，现地勘查，就涉及之土地使用权、建管法规、环评及水保法令等各单位层面提供建议及解决方案，辅导业者合法化。国馆社区发展协会表示，6间违法业者当中有2间已经通过环评，3间咧进行环评。通过了后，会申请主题区旅馆调设许可加建筑执照，登记符合用这类的建筑，才能正式摕到旅馆登记证。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2024年的总统大选，今仔日郭文哲、赖清德拢去参加雷震民主人权纪念讲座。郭文哲主张讲两岸和平，台湾就爱家己找到袂当起平上好位。那赖清德是认为讲，面对中国的威胁，咱台湾无应该接受九二共识。另外，侯友宜今仔日去走行程，提出教育政见，伊讲要有关教保人员的薪水。信心满满，即将强棒出击。
总统蔡英文特别甲赖清德做伙开张全国竞选总部，替赖清德准备上充足，是上适合带台湾向前行人选。这个竞总也是蔡英文两届胜选的目的，希望延续气势，再去伫雷震民主人权纪念讲座。赖清德搁再声明，家己提出的和平四大基调方案，会守护台海和平。仍然认为，接受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借由一纸和平协议就有办法得到和平，我认为这是自欺欺人。赖清德唔拿担中国威胁，最近甲民众党参选人郭文铁因为上门拜访这件代志对架，批评郭文铁唔通阁演戏。郭文铁再去甲赖清德相开出席工厂活动，致辞时阵搁再提起前总统李登辉的两国论，讲两岸关系真特别，爱找到平衡的所在。这不是全世界绕着我们在旋转。而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要寻找到我们的平衡位置，甚至是最佳的位置。这个很基本的战略台湾自主，两岸和平。侯友宜出席全国幼托停靠休安会，谈论幼托政策，嘛要投资幼教，强化教保人员薪资待遇，研究补助教保人员救任奖金等。另外，对南北合一直拢无共识，侯友宜表示，甲郭文铁沟通正顺，希望会当团结力量胜选。政府本来就该给大家领会的。我们提出来太慢了，你知道吗？我们要0到6岁一定要好好照顾。其实这些幼儿园都应该要给他免费，对不对？那要独立参选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2日无公开行程，不过最近动作真济，拿甲郭文铁的会面，嘛扩大竞选团队增加发言人。郭办表示，郭赖配已经突破人数的数量，这是上优秀的组合。记者综合报道。总统府今仔日宣布，要派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代表咱台湾参加11月中的 APEC 会议。这是张忠谋第6届代表咱台湾。另外，后面外交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刊文讲，台湾无应该宣布独立。咱外交部是发表声明，强调中华民国台湾早就是独立的国家。2023 APEC 领袖会议11月15日要伫美国旧金山举行。这届主题是为各方创造韧性甲永续的未来。3大政策优先领域包括互联创新甲包容。总统蔡英文嘛，搁再指派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担任领袖代表。这是张忠谋第6届代表蔡政府参加。过去的与会期间，皆相当积极与各会员国家领袖互动，积极地传达台湾向国际社会贡献的能力，并带领团队达成总统交付的任务，协助促成亚太区域稳定繁荣，有效提升台湾的国际形象与能见度。张忠谋这届敢会甲美中领导人会面，大家拢真关心。但是拄结束访问中国的后面外交甲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普瑞尔20讲到，后面一中政策并无改变，迟迟维持现状。中国无应该用威胁也是武力破坏两岸现状，台湾嘛不应该单方面宣布独立。伫无外交的承认，后面会持续发展甲台湾的双边关系。对这代志，外交部正式声明，中华民国台湾早就已经是独立的国家。中华民国台湾早已是独立的国家，不需要宣告独立的地位，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的未来只能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国际情势紧张，白宫20日向国会请求1061亿美金的追加预算，要提供乌克兰以色列国防援助，其中包括74亿美金，差不多是2400亿台票，用伫支持台湾甲印太地区的安全。白宫指出，伫印太部分会用来强化走动，也搁伫关键盟邦友伴面对愈来愈侪威胁的中国，会当互因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关心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争。哈马斯掠走真侪无共国籍的人做谈判条件。目前卡达政府出面敲测，哈马斯有甲一对美国籍的母仔囝放出来。若美国国务卿嘛证实讲，这对母仔囝即阵是安置伫以色列。另外，上新的消息，埃及边境的立法关卡即阵总算是开放啊。20车救援物资即阵是顺利送入去加沙。相片当中穿普什外套甲牛仔裤的是要满18岁纳塔利拉娜，伊甲穿蓝色衫的妈妈朱蒂斯，切切伫加沙边境地区一个集体广场，互哈马斯劫持。第20日正做地批被释放人质。We expect the team from the U.S. Embassy to see them very shortly. Over the coming hours, they'll receive
any support and assistance they need. 因伫伊利诺州故乡的亲人接到消息，拢感觉真欢喜。I haven't slept good for the last 2 weeks. I spoke with my daughter. She looks good. 哈马斯武装组织艾滋丁卡萨姆旅发言人指出，释放2名美国人质是因为人道理由，佮透过卡达政府协调之下所做的决定。不过，以色列甲哈马斯冲突的形势并无安尼就出现转机。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表示，未停止攻击哈马斯。路透社引用巴勒斯坦媒体报道的上新战况指出，以色列军方一意继续空袭加沙地区，劳动处遭到摧毁，至少8个巴勒斯坦人死亡，45人受伤。在以色列几夜摆空袭行动之下，加沙建筑物甲市场受损真严重，真需要更较侪物资援助。The barbaric attack by Hamas need to be condemned, but I've also said they cannot be a pretext for a collective punishment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虽然在美国、埃及甲以色列协调之下，连接埃及甲以色列拉法关卡就外开放20台人道物资卡车通过。不过，联合国有讲，目前加沙一日至少需要100台物资才有够。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那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已经拍超过600天啊，唔知影到底第时才会当停战。有真侪乌克兰的女性只好带囡仔暂时踮国外生活。稍等的7点半，台语台青春爱的梦，带观众朋友来看这阵坚强的查某人安怎伫国外继续徛起。这几年来，为乌克兰来的临时居留人口一直影响波兰的经济。根据2022年波兰统计局的数据，有约150万的乌克兰人伫波兰做工课。不过，因为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的关系，18岁至60岁乌克兰的男性无法度出国，所以袂少乌克兰的女性都去波兰找头路生活。Ну, поляки для нас делают, вот для украинцев все условия, чтобы нам было хорошо. Они повышают нам, вот в последнее время повысили зарплату, например, немножко. На Новый год, после Нового года повышали. Сейчас 1 июля тоже чуть-чуть повышали они ставку. 在战争的初期，有波兰的负责人招女性幼稚，做回去边境载难民，包括妇女甲囡仔，避免弱势人陷入人口买卖陷阱。即卖因协助送医疗物资，去互洪灾乌克兰社区做一寡中建的工课。And that's why I posted on Facebook saying, mothers, daughters, grandmothers, sisters, you know, let the guy take care of the house. We can drive. Let's go and pick up these women. 在罗马尼亚，嘛为台湾来基金会甲民间组织，就青年志工甲当地组织合作，来遮记录难民的日常生活，互更较侪人了解难民的困境。他刚好是找行销公关，然后我的 background 就也跟这个是符合的，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报名试试看。罗西亚侵略乌克兰的战争超过600天，全球关注的声音甲资源嘛大大减少。虽然安尼，离开故乡的女性犹原无放弃，就亲像故乡的日头花，徛好早一早，制造重建乌克兰上大力量。记者吴良武、林建如，波兰罗马尼亚综合报道。来看英国即阵拄着风暴巴贝特侵袭，发布红色警报，各地头拢上大雨做大水。目前已经超过3个人死亡，上万户停电。另外，伫咧中美洲的墨西哥，因为风台诺巴入要来啊，居民是烧钱去超市买物资，加油站嘛，塔甲咧排队。苏格兰地区的民众无风雨将行李搬上车，赶到安全地区避难。巴贝特大时速100公里强风甲真高雨量，为10号开始陆续侵袭爱尔兰甲英国，各地拢传出淹水的灾情。伫东灾区的安格斯，水位密布中超过4公尺。目前部分地区感人口救生船受困，到20为止，已经有3人死亡，13000户断电。20个发布落雨警报，大水雨会继续到21为止。It doesn't happen often. We've had a few kind of more recently, but this one's quite bad. 巴贝特一路向丹麦甲德国冲，丹麦岸边受损的船只浮浮沉沉，水也淹到路边，搁接近徛街，居民只好撩水行。哥本哈根机场透过社群媒体发布取消77个航班起降，渡轮运输也暂停营运。德国瓦丹麦、施勒斯维斯岸边海影明显增强。
另外，伫中美洲的墨西哥，莫马大风台伫2站增强做3级，风力时速高达195公里。沿太平洋下加利福尼亚半岛几个观光景点上受影响，警方就朝进驻海邦高求防守线。Ahorita, de hecho, la playa se encuentra cerrada con bandera negra y estamos aquí para evitar que la gente entre el deseo de tomarse una fotografía o poner su vida en riesgo. 外国游客较侪洛斯卡波斯并无因为大风台影响观光人潮，饭店依然维持7%的订房率。啊，毋过店头拢加强防灾措施，伫门窗顶插绑贴一些大 tape， 各吨沙包，民众也去超市买物件，到暂时出现排队车流。气象单位预估，诺马伫吸入落地了后，强度会减弱。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镜头转来到国内，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当日举办自2023新文化运动会，要带民众了解日本时代台湾知识分子争取权利的历史。其中一个活动伫文史专家曾永明的故厝办音乐会，要做伙怀念这个先辈付出。报歌曲记录下伫咧文史家曾永明的故居，曾协发冈顶文史冈顶的顶啊卡唱歌，也做伙怀念伫2020年过往的曾永明先辈。咱今仔日台北安尼吼，遮尔出名吼，庄老师的功德足大。我伊安尼吼，一日到4月去演讲，啊4月带人啊，咱一寡人。观光客，我来咱台市一直说。曾永明捌互人号做台湾民间史料上丰富的研究者，伊在生时也带民众到咱大场地街区，现主时伫冈顶内也有展出伊的收藏。那个时候大稻埕有很多的酒家，然后酒家的火柴盒哈，收集很多，他的收藏非常的丰富。那人家就讲说，他的这种民间的收集哦，补足了这学界很多不足的地方。这栋有德光外形排水管的曾协发冈顶文史冈顶，获台北市政府指定做古迹，到今已经有100年历史。伊早是柑仔店落尾成做曾永明推动文化的所在。柑仔店啊，伊隔壁，伊是一个地行的仓库。文化协会迄时阵哦，金伟水啊，伊都捌来家演讲。庄老师他接手了他的这个建筑以后呢，他也会在这边办一些，包括我们刚刚有提到的音乐会跟讲堂。这个古迹音乐会是新文化运动会的活动之一，伫这礼拜6礼拜举办。主办单位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表示，今年是新文化运动当中致敬事件满100年，也有侪活动会使了解日本时代台湾知识分子安怎争取权利，通互民众参加。记者阮谢桂林台北报道。台南的南昆新大天府，这个拜6礼拜办艺丁演艺，拢总有19个阵头来表演交流。另外，伫原里的万年殿，因是摕塑胶的插贴板来踏一只王船，希望互更较侪人认捌王船的文化。标定来看老街的人，下下定定。南昆新大天府是全国规模上大的王爷庙，欢迎出去的人真济，每若正香期，拢有真济顶头来参加。为着保存传统文化，庙方办艺丁演艺的活动，招各地头的文武阵来表演。除了有囡仔组成的金狮阵、上港阵，甚至有民族舞团结合宗教文化的演出。庙方指出，这2天拢总有19个阵头，要互大家看有够开，把正做因互相交流的平台。第一次来到这么大的地方表演，传统的圣诞阵结合了很多新的创意，像阳伞、战鼓、舞龙。还有武术的部分。是咧思考讲，甲迄个台南大学这边，会当安那去做一个教材，就是当伫咱的台湾乡土啥物教材内底，互囡仔搁去熟悉咱的文化。另外，嘛有庙宇用无共形式来传承文化。原里万年殿庙内镇殿之宝之的王船，到到300档的历史。庙方表示，因是送王宝送船，无烧王船的王船石。庙方即个用新布素摕塑胶的插贴板来贴一只王船，对王船到配件细节拢做甲真有路，毋望啥更较侪人来认捌王船文化。咱的王船本体是用907片的小积木组装而成的。爱讲一块积木就是一个板。经过历史的演变，加上人口哪来哪少等因素，要传承文化愈来愈困难。庙方讲，因嘛当咧找方法，啥人来认捌传统文化，进一步愿意投入来传承宝贵的文化资产。记者的新闻台南采访报道。
天气报你知，明仔载东北季风会减弱，北部、东北部地区温度会小可回升。若东半部、基隆北海岸，佮有北部山区会落30仔雨，其他所在是多云到好天。南部佮有中部的山区就要注意过道会落短暂雨。咱做伙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22度到28度，中部地区20度到31度，南部地区21度到31度，东部地区21度到28度。华岛地区19度到27度，佮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暗新闻，稍等下车继续收看《青春咱的帮》，我是陈怡芷，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